这个乐山的锅子是啥不起的。他的乐山了，现在些菜呀妹妹，当上要带。新鲜的啊！我上嘛的来啥的啥都我来的多，那个他我来菜呀我的名多啊。藏历年就是清河的味道。藏历年好运吃出来。我们来西藏过年了。乐山的他们两个各种节日，这是乐山。黑吉乐山的他啥不是他给乐西的。黑吉乐山的给这些的。这些是社会定制，我三是社会定制，这里那么干嘛社会定制，这里散了就是社会定制，那你真是社会定制。黑个乐山的那么啥子吃亏的这。这是黑吉乐山的，但是那么严重成本，这是被你们的。过藏历年就是要和老百姓在一起，才有年味儿。黑乐山的，中南西的。我啥的嘛？藏历年就是记忆里的荣光，藏历年就是浩瀚藏文化的缩影，藏历年就是西藏最美的旋律。别这个乐山呢，乐济呢，真是西北的。这个乐山呢，俺就是哪个大爷的？藏历年就是阳河公路保障畅通。那乐山了，那老要命。藏历年就是保平安。这个乐山呢，你得厕所他们去了大疆去这里。就是所有的大家的活。
国贫穷年轻烈孔仪，中国贫穷年轻烈孔仪，中国西藏电视台，中国西藏电视台，吉萨尔切木子，推荐罗萨尔吉，罗萨尔娘都懂，家族滚来口。第二配备观众南不大，大能些，年轻就读兄弟，亚杰是毛人见，罗萨就是这个。盛世新春夜，吉祥藏历年。圆梦新征程，花开新时代。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古兔千事顺，春节万民欢。春节长儿他来给你这个重大出了岁月。第二年，年当中给刘吉沙推荐堂，陪三起刘老三去，年纪娘就参照给操了一。记忆点么现实，吉隆贴谱当初，这个案子也用米里卡的密码nam他，就用的秘密卡密码nam了，罗萨尔吉成绩是第一。他曾点评主委，听戏跌了宽松，按次团队密码金砖马堂，常见一道白马，事情列进一道接了，罗萨尔吉成绩是个一。即便人不晓得，看在了新手点上，场地的案子，俺县连年点数男性别超不错了，罗萨尔吉成绩是第一。这个年味我多，明月全个跳手。第二案子，此刻读书会，给起漂亮漂亮男啦，罗萨尔吉成绩是个一，看给罗萨真是的。这里是2018年春节藏历土狗新年电视联欢晚会的现场。春到福来，春风满面。在这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全区各族人民拜年。春满边疆，春色满园。我们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政法干警拜年。春光无限，春意盎然。我们向此时此刻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拜年。春和景明，春暖人间，向旅居海外的爱国藏胞们拜年。罗萨，扎西德！
哎，小尼哥，我考考你啊，都说今年的新年很特别，你知道特别在哪儿吗？考我呀？你还真考对了。我当然是做了十足的功课来的。今年的新年真的非常特别，我们叫双节并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节和藏历新年是同一天迎接新春的到来，多么美好的相遇，这就叫双喜临门，好事成双，双节并至。你看还信心满满的，说的不全。我跟你说啊，今天好事成双的还有呢。今年我们的联欢晚会呢是藏汉2个版本，分别在西藏电视台、藏汉语卫视及其他频道，还有我们的毛毛 TV 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让你左手饺子，右手鼓兔，同一个日子2种满足，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幸不幸福？非常惊喜，十分意外，特别幸福。大家报喜了。咱们西藏这2年呢，可以说是好事不断，喜事连连啊！各族群众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可以说厉害了我们西藏。那当然了，尤其要为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这些2017年为我区争得不少荣誉的文体健儿们。是的，就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呢，我区运动健儿们共获得了7块奖牌，而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获得我们攀岩运动的铜奖，我们的仁青拉姆，掌声欢迎！
欢迎人气妈母。再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我觉得都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大家都太熟悉了。2017年中国新歌声年度总冠军扎西平错，欢迎，欢迎二位。哎呀，终于见着真人了，很帅，很帅。来，两位给全国喜欢你们的父老乡亲拜个年吧，好吗？两位对于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什么样的祝福和问候要送给大家？圆梦要勇敢的去攀岩，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攀岩中挑战攀岩，勇攀高峰。说得太好了，勇攀高峰，也祝福你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来，你呢？此时此刻最想对家乡父老乡亲说一些什么？从新歌声一路走到现在，最想登上的是家乡的舞台，然后给我敬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唱首歌，这是我最大的梦想。呀，自己主动要求给大家唱首歌，想听吗？想。跟家乡父老在一起是不是特别的幸福？特别幸福，因为我特别能感受10月8号那天在鸟巢夺冠的时候，那个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为我点赞，都为我投票，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幸福。当时点赞投票的人，你们在哪里？都在。都在是吧？所以你必须要给大家好好的唱首歌。是这样，在这儿呢，我们也借着两位的祝福，同祝正在腾飞的祖国、正在阔步的西藏和正在追梦的朋友们，新年新气象，新春新作为，在新征程的路上一往无前，花开梦圆。树枝上长着嫩叶一片，如一个舞台，上面站着春天。树上长着嫩叶一片，如一个舞台，如一个舞台，上面站着春天。你妈呀，你妈贝贝呀，妈妈你哩些，大娃呀大娃下瑞个，妈妈。
浪吹起爸爸，米多呀米多下为个怎里样子给？新春新生新征程，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党的19大胜利召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华夏神州奏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华彩乐章。新年新景新时代，党的18大以来，经过砥砺奋进的5年，我们硕果累累。如今，我们正昂首阔步走上新征程，让我们插上梦的翅膀，振翅飞翔。天道酬勤，日新月异。党的18大以来，西藏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奏响了新的时代凯歌，壮美高原写下新的诗行。砥砺奋进的5年，我们硕果累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持续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各族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基层基础不断加强，西藏发展稳定生态正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崭新的高速时代，使各族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回首刚刚过去的2017年，党的19大精神传遍高原，新时代的号角吹响大地。正确处理好13对关系，让我们在稳中求进、进中求好中逐步补齐短板。全区生产总值超过1300亿元，增长了10%。这一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成为更加亮丽的景致，立体高速交通网更加完善，暂电外送开创新纪元。这一年，百姓幸福笑脸是最美表情包。发展新成果加速惠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0000元大关。用绣花的功夫推进精准脱贫，实现了15万贫困群众脱贫，25个贫困县区达到脱贫摘帽条件。这一年，火热的高原惹人醉，双创热潮滚滚向前，边境小康村建设如火如荼。青稞增产、牦牛育肥特色产业壮大了生产，鼓起了乡亲们的腰包。这一年，各族群众我要稳定成为更大同心圆，维稳长效机制的筑牢，让社会更和谐，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再攀升。这一年，美丽西藏依然耀眼世界，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9层之台起于垒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300多万西藏各族儿女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扬帆起航、劈波斩浪，不负梦想，再谱华章，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儿女更崇高。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努力迸发出更多的创造伟力，奋斗幸福新生活。
秋，毛国的人们阿拉大嘴伊拉东索，沙西的北的北，一的松叶的秋，秋秋浪的东索，沙西都看的的，雨呀雨。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秋天，高原300多万各族儿女被一封仙鹤送来的家书温暖着、鼓舞着、激励着。那封家书送达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它叫玉麦。在那里，有如格桑花一样美丽而坚韧的姐妹在扎根，在盛放。她们有着像格桑花一样美丽的名字，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在海拔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我们父女2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和煦清风吹拂高原，旭日啊辉映边陲，白云上放牧羊群。
是个桑花绽放，更加绚烂哟，千家万户，好日子红红火火嘞。呀路藏路流向海洋，雪山啊祥云，祥云朵朵，从中南海飞来的仙鹤哟，衔来了一封好家书。什么听见？他那个那是年冬当里啊，通白的、圆满的，而且真正可能你呢，这里按照罗萨称作草来套里呢，我也是漂的。那么理解是，可能按照罗萨称作草拉漂吧，我了，该事情哪个呢？好事情，现在相对呢，按照罗中当年用那么鸦片节，而且可能你里呢，罗萨那个成绩的没到漂了呢，好事情。罗萨这是对的。你认为抗雷呢？按照年轻的茶结所纠结，就拿你给直接书记习近平那里呀，轻易顾不得的，好过去。马上抗议那里，你投资人物没进吧？就拿你里呀，家两个经济股那多，唐托嘛，就拿你给抗雷呀，轻易顾也的，肯定是现在全部一着。他直接书记习近平那边。他这么大的人，怕从这个忙不通节，但俺这呢，也能想的那个嘛人呢，就不节，但是米牛啥的，家全部人呢，米牛节，但是人节，但是呢，也没想了人呢，我那种呢，米忙不大嘛个，但恰当不大，但是中当俺这呀，直接书记里呀，个，但你啥学过三节，但俺这三六呢，给这当的呀学过三节的。习近平来了，一个当了三路人呢，等着去可能就。当然的，他现在就拿你给直接书记习近平那个，你错呀，家里人呗，经济的地方按照罗萨才做到那么样，啊嘞，对的呗，啊嘞，那是，当然，啊，什么听见？第一呢，直接书记习近平那个，而且中央那他，而且杨总那可能你个月轻一点呀，家里经济那个东西，你一个囊断了随便接了呀，身边那个贵秀的肯定情况着。但一个拿了一年，俺这个当个嘛把那个俺这送个那些，他们都送就别个这个吧，咋干热的，心干热了呀，送就这个吧，
你嘛俺做阿伯等着送牛油了，是接不出这个一个哪里呀？等着这那么大俺做什么呀？收过了么什么等着就。我呢，但俺做谈谈个啥子，谈谈要不送个吧，但俺做个的，谈谈俺做因为嘛这，谈谈做个谈谈到了要老种要个结果吧，俺做什么老说要个等着家务什么的，等着去弄。等等，姚西达宋老师说的太好了。他们说，他们要把父辈的这种精神和信念，不光是由他们来传承，还要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这样代代相传，在祖国长长的边防线上。我们也和卓嘎、央宗两姐妹一样，为祖国的繁荣站岗，因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花石头，这里的孤独没有尽头，这里的哨所守望在高天里头，这里的思念藏在心头，这里的尊严高昂着头，这里的深情没有尽头，这里的士兵把使命扛在肩头。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候。哪怕风似东来，山如铁，祖国山河一
来，哎呦，我太荣幸了，两位好绅士呀！为美女服务，我们很荣幸啊。对，很幸福，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两位有没有觉得啊，咱们刚刚这一举动，一绅士的举动，特别像一个谜语？谜语？你要给我们出个谜语？对，打一个水果。水果？就是我们俩把他扶上来，打一个水果。水果。我有一个想法，说你是汉族，对，是，你是藏族，我是维吾尔族。嗯，刚才我们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像16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就是民族团结。所以这个水果就是石榴。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在新春里呢，有2位手足相亲的藏汉小朋友，他们也要歌声和微笑向大家带来新年的礼物。不过别着急啊，在这之前呢，他们要先拆开各自为对方准备的一个小惊喜，里面有什么呢？请他们来告诉你。喂，一定是我的手部。扎西，你最近还好吗？我爸都跟我说了。行吧，那我们拉萨见吧，拜拜。爸，我要给扎西买个礼物。手部，好久不见呀！你等一下啊！哎，汉阳，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啊！哦，我也给你买礼物，谢谢。扎西，这是什么呀？这是藏装，我给你买的是唐装。哦。扎西，我有一个好主意，要录音了。OK，走走。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晚会现场呢，可以说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不仅有远道而来的嘉宾献歌献艺，也有来自乡间的百姓送来的诚挚的祝福，更有离开西藏30年又回来的老西藏。他们将用歌声回忆那段闪亮的岁月，重拾那段温情的记忆。西藏，我又回来了。哈萨，我让呀路有名的。20年后，我又回到了我的第2个故乡。我让天然错了，忙不吃中啊！我想念你们。时光城里，我们度过了青春年华。拉萨河水滋润了我的心田。是西藏人民养育了我们，叫我们怎么不想念你们？老李，你都来了！来了！我们不是说好相约在布达拉宫广场吗？对。哟，你好吗？好，托共产党的福，我好着呢。怎么样，你好吗？哎呦，托西藏人民的福，我这不是健健康康的回家了吗？那就是说，咱们俩20年以后又要逛新城喽。对，阿爸哎，快走！好，看看拉萨新面貌。女儿哎，快走，看看拉萨新面貌。快走呀，快走呀！哦呀！OK， 你们老2口是来旅游的？哎呦，我们是战友。我们呐是在西藏生活和工作了30年的老战友。今天啊，我们俩是相约在布达拉宫广场上的。我们退休20年后，今天又从内地回到了我们的家。老西藏，我最可爱的人，我心中的尼玛达瓦。太阳和月亮。对，我的名字就叫尼玛达瓦。哟，姑娘，这可不像一个女孩子家的名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尼玛和达瓦，这就够了。哦，对了，正好今天我要在布达拉宫广场拍一个新唱洗衣歌的 MV， 不妨您2老也一起看一下。洗衣歌？对。哎呦，太好了！好。哎，爷爷，有什么事吗？爷爷。孩子，我和你奶奶已经到布达拉宫广场了，来看你来了。我爷爷和奶奶来了。你这一个姑娘家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我看呀，你永远嫁不出去。对。哦，哎呀，吓死我了！不嫁就不嫁，我要永远陪着波拉和莫拉。你呀，哦，对了，你们这么着急赶来，有事情吗？哦，是这样的，我们俩受民间艺术团领导委派，跟你联系工作上的事儿。他们听说你在布达拉宫广场要拍一个什么 M 洗衣歌 ，TV 洗衣歌，对，MV 洗衣歌，对，我的领导希望我们也能参加。就是什么？你们老年人不好好在家养老，你们还瞎出来折腾什么？我要拍的是那种充满青春、充满活力、充满阳光的新唱洗衣歌，新唱，妞，懂吗？妞，不懂，只许你们年轻人牛，就不许我们老年人牛啊！孩子，哎呀不，导演，那就我们老唱新唱一块唱洗衣歌，不行吗？不行，不好吗？不好。哎呦，你们这是哪和哪嘛？孩子，我告诉你，是洗衣歌成全了你爷爷和奶奶。班长，小卓吗？老张，班长，老张，你呀，真是你呀！回来了，太好了！
你好吗？老李也回来了，老李，班长，老郑，太好了，你好吗？好，你们这么多年了，好吧？能见上你太好了。我们在内地20年，最想听到的话就是西藏来人了。我们在西藏啊，最想听到的话就是老西藏又回来了。哎呦，太好了！你们这是？对了，孩子，这位就是我们经常念叨的老李。孩子，这位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老张啦。这是我们的孙女。尼玛达瓦。对对对。奶奶，爷爷，哎，乖。哦，对了，孩子，你知道他们俩是谁吗？我的爷爷和奶奶呀。还有呢？哦，我爷爷是汉族，我奶奶是藏族，我是团结族。还有呢？来来来，我呀给你讲一个故事。好，来。当年啊，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来到了一个叫扎西村的地方，深入生活，搞创作。扎西村，那是我奶奶的老家。那个村里住着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呐，经常给当地的老百姓做好事儿，修桥啊，铺路啊，收顷刻。当地的姑娘们又经常给解放军战士洗衣服、做饭、背水呀。那个时候，我们下乡深入生活，讲的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与战士老乡打成一片。我们呐，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的爷爷，当年的解放军班长，也认识了你的奶奶，当年在村里活泼可爱的小卓玛。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生活元素，创作出了《洗衣歌》这支歌曲和舞蹈，也可以说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大家集体创作出来的。后来呀，日子久了，那个班长和小卓玛也就有了感情，就相爱了，结婚了，就有了你的爸爸，然后就有了我。老张啦，你要讲的秘密是这个吧？对。孩子，你爷爷和奶奶是在西藏千万个班长和小卓玛中的一对。就这样，藏汉一家军民鱼水情的一个不朽的作品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孕育出很多优秀的作品。西藏人民是阳光和雨露，滋润了我们的心田。金图玛米，老西藏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和月亮。党中央关心我们，全国人民支援我们。我们有千万个班长和小卓玛。我们有千万个可爱的老西藏。我们是最幸福的人。导演，这现在还怎么拍呀？我们老唱新唱，一起唱。好。水桶
亲爱的朋友们，洗衣歌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洗衣歌的情怀我们会永远铭记。今天在我们晚会的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第4代洗衣歌的舞蹈者们。3位老师非常有缘分，都叫做达娃。可以说此时此刻我们会发现今夜的月亮特别美。3位老师，借着我们的摄像机，给全国喜欢洗衣歌的朋友们拜个年吧。刚刚啊，我们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关注着3位老师。我发现你们啊，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眼神里还闪烁着非常明亮的光芒，落下了泪。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作品勾起了你们怎样的回忆呢？我觉得我从这个洗衣歌里，我们学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老西藏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代代传下去。我知道啊，此时此刻你们的老师也一定在收看着我们的藏晚。那咱们借着藏晚的摄像机，给你们的老师们拜个年，怎么样？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希望他们健康、幸福、长寿。这是对的。朋友们，我们藏晚的舞台啊，是一个非常讲缘分的舞台。3位都叫做达瓦的老师非常想念他们的师长，而与此同时，我们藏晚剧组也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你们的老师也非常的想念你们。请看 VCR。拉莫、达瓦卓嘎，你们好，很久都没有看见你们了，我非常的想念你们。本来这次可以回西藏看看你们的，可是由于我身体不适，未能如愿。不过我现在委托藏晚剧组给你们送去一份惊喜，现在你们就可以回头在现场找一找我送去的惊喜吧。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我想请我们的达瓦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情怀，可能由他们来说，更让我们动容。我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最尊敬的第2代洗衣歌的班长，叫叶鹏。叶鹏老师，您用藏语跟大家问个好。哦呀。扎西德的配送错，阿玛帕卓公看不上，电动电话拖把秀，推上踏水，插入了用阿秀。我是1965年到西藏，1987年转业回北京的，但是2003年和2009年我又回到西藏，魂牵梦绕，今天又被西藏电视台请回来了，我非常高兴。2009年的时候，我是57岁，我回到西藏，拍一个永远的洗衣歌。那一次的洗衣歌啊，是我永生难忘的。我们一块儿跳了一个洗衣歌，那个节奏之快啊，57岁我根本跟不上，但是我凭着那股劲儿，我把它跳下来了。确确实实，这就是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今天来呢，我就代表我们的战友向西藏各族人民问好，扎西德勒！朋友们，让我们这一刻把掌声献给叶老师，献给3位达瓦老师，也同时献给传承给他们老西藏精神的那些老师们。人生有4喜，相信大家都能知道，其中有一喜叫做他乡遇故知。然而此时此刻，我觉得有一种感情比那更能感人，那就是万里他乡变故乡，举目一望皆亲人。朋友们，此时此刻，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老师们，献给我们的老西藏们，献给我们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们。
小小的星球上，有一个大大的高原，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啊，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来了。正是为了眺望你，眺望你，我才奔到这世界的高处。从未相许的是我的西藏，永不失约的是我的西藏。干杯，西藏！干杯，西藏！听说在这小小的星球上，有一个大大的高原，是谁招呼了一声？人往高处走啊，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来了。正是为了爱与思念，我才来到这遥远的地方。从未相许的是我的太阳，永不失约的是我的太阳。正是为了爱与思念，我才来到这遥远的地方。从未相许的是我的太阳，永不失约的是我的太阳。干杯，西藏！干杯，西藏！干杯，西藏！听了刚才那首《干杯西藏》，我相信呢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一些回忆。那在我身旁的这几位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姓氏，他们都姓藏，他们是藏二代、藏三代，欢迎你们！那过年了，首先给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扎西德勒。扎西德勒。那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来自桑日县荣乡的党委书记符伟，符书记您好。啊，听说您这藏语说得非常溜，就是平时在工作的时候都不用带翻译的是吗？ 예, 나 종종나 친나, 총도서나 내가 제가 친나 지당아 주고 친나 지그리, 미치고 말이, 나 부유자한테做디리자, 나 배사지가 안 깨겨봐, 배사지가 쇠버려, 나 사치리 값이 지도, 디를 회사리, 예, 강가 구수쇠단지 회사 자식들이, 회사 자식들이. 亲爱的朋友们，其实从藏一代的垦荒到藏二代的传承，这都是精神的延续。在这里啊，我们要感谢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为了西藏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建设者们。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我们西藏的明天才更加美好。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一体是我们的根。此时此刻，在高原大地上，万千家庭在收获中感恩党和祖国，感恩这个春来万物舒的时代。在节日里，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户三足相敬、四世同心的家庭，去感受吉祥院里的欢声笑语，感受全家福里民族团结的祥和，感受他们一家的喜悦收获。我今年81岁，每天清晨我沿着拉萨河边散步，感觉特别的惬意，环境越来越美丽。我们人退了，心还不能退，发挥一点老干部的作用，多让身边的人了解党的好政策。党的19大刚刚召开，制定了很多好的政策，我们不忘初心，节节跟党走。国家政策好，孩子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是我们最大的期望。父亲也经常教导我们要牢记党和政府的恩情，要做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满意是我最大的幸福。现在我们西藏的老百姓享受70%的大病医保补助，国家加大了医疗人才组团式远藏力度，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内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我是家里的老四，在气象战线工作了25年。2017年年底，我区实现了县级气象机构全覆盖。我们西藏依然保持着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的天蓝、地绿、水清。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带来的红利。在我们灵州县，每年10月中旬迁徙来的黑颈鹤达到了2000只左右。下一步，这里还要建起黑颈鹤核心保护区。我是一名乡村基层干部，去年我们乡里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精准脱贫，这是在乡里建起的异地扶贫搬迁点，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2017年，我们乡已经有98%的贫困群众脱了贫。2017年，乡里几乎村村通了油路，农牧民不仅满了粮仓牧场，还鼓了钱袋子。我们的农牧业强，农牧民富，农牧区也更美了。稳定是西藏的头等大事。作为一名治安民警，我从海拔4000米的纳曲地区调到了首府拉萨。城市蓬勃发展着，人民感受着幸福和安定，这是对我们辛苦工作的最大奖励。2017年，我区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又提高了。每当夜深人静，看着万家灯火，祥和安宁，疲惫的身躯感受到阵阵的暖意。我是家里的大孙女，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看你们两个，那个山南的高速通了。哦，通了已经。现在从拉萨到山南，听说是1个半小时就到。现在回西藏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太多，太便利了。我毕业后就打算回来工作，当然是要自己创业了。2017年出台了更多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好政策，激发了我们这些高校毕业生的创业热情，对未来我们满怀憧憬。60年过去了，从2口之家到40通堂的18口之家，家里有藏族、汉族、回族，团结是我们的持家法宝。我们是西藏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一员。2017年我们很幸福，2018年我们将会更加幸福。起幸福的哈达，那是雪山的绝
悠悠在天上飞翔，俯瞰着金色的家园啦。我们携手走进后新时代，看那青山绿水楼，叫我怎能不歌唱哟？美好生活要靠你，要靠我们共同努力，感恩安住如山。风风雨雨，挥动七彩的祝福，勤勤恳恳，后耕耘今生的幸福。俯瞰金色的家园，安心铭刻在心田，那就是感恩的血泪呀！我们齐心共建好幸福小康。看那冰山雪莲了，叫我怎能不感恩哟？和谐生活要靠你，要靠我们共同付出，感恩安住如山。看那冰山雪莲喽，叫我怎能不感恩哟？和谐生活要靠你，要靠我们共同付出，感
亲爱的朋友们，2017年的秋天，华夏神州大地上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号角。是啊，在那一刻，中国是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西藏是迈开了新征程的步伐，高原各族儿女是献上了新作为的哈达。可以说啊，华夏山河是齐雷催阵鼓，高原儿女是同吹进军号。春满高原，百花俏，锦绣西藏春光好。高原儿女迎春到，盛世欢腾无春娇。千家万户，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男女老少，此刻正走在一条开满鲜花的大道。春满高原，百花俏，锦绣西藏春光好。高原儿女迎春到，盛世欢腾无春娇。千家万户，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男女老少，我们正走在一条名叫康庄的大道。父老乡亲，咱们加油干！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勤劳守护好风景。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咱们日子会更好。收入提高，不去要报，美好生活在今朝。天道酬勤，日新月异，祝愿祖国更富饶。老子大路一条条，我也定个小目标，为全家齐呀老少努力加速去奔跑。祝福家乡更美好，祝福祖国更富饶，祝福家乡更美好，祝福祖国更富饶，更富饶。叔叔阿姨向你们致敬。为人民保驾护航，为祖国安康站岗，祝大家幸福吉祥。生态卫士辛苦了，给你们比心送花。今年餐柜儿收益好，明年收入能更高。呼噜工人来报道，为民呼噜我骄傲。的哥开车满城跑，安慰工人把路扫。我也背起了书包，开开心心上学校。创业将梦想打造，我的未来会更好。驻村工作谁勤劳，为民服务被自豪。各行各业表情包，是充满幸福的味道。我们为祖国自豪，为时代大考。老铁们666，咱们跑起来！跟着我的手臂摇摆，为迸发出的创造为喝彩。高原大地一片豪迈，鼓足干劲，激情满怀。各行各业都在出彩，我们步入了新的时代。努力工作跟懒惰 say bye bye， 我们一起创造未来，壮士满怀，春潮澎湃，幸福都能奋斗出来。这是属于我们的年代，这是梦想成真的时代。我是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我是西藏高校的学生。梦想要汗水点缀，人生才有滋有味。天下风雨出我辈，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为了梦想要好好学习，为了未来天天向上。
相见。为了祖国，我们要奋斗。我们一起手拉手，为了美好生活奋斗。新时代 ，Go Go Go！ 我们精神更抖擞。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莫啦，你们看，春来了！这是一个吉祥春天，格桑花开满高原，一个崭新的起点，盛世风号正扬帆。小康路上新手牵，现代化中血脉连，新的时代奋起向前，驶向2个100年。小康路上新手牵，现代化中血脉连，新的时代奋起向前，驶向2个100年。想那就是顶上顶着看那一把。
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是党和国家的坚定决心，是高原各族儿女为祖国大家庭迎接第一个100年而唱响的最美颂歌。没错，我区作为全国3区3州深度贫困地区中唯一一个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可以说我们的脱贫攻坚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脱贫攻坚是硬骨头，但我们高原儿女的骨头比它还硬。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更有能力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过年了，就让我们在新春许下一个心愿吧。愿我区所有的贫困群众能够早日脱贫，在我们迎接第一个100年的小康路上，交上一份成绩喜人的答卷。有一个梦想，五彩斑斓，激扬着民族复兴的希望。有一份承诺，庄严气象，肩上这为民初心不忘。有一份执着，期望开来，带领我们奔向小康。有一份牵挂，冷暖相守，引领着我们同雨同舟。大父老乡亲，总在你的心上，共同奔小康，走进新时代。大大飞舞，幸福安康。啊，兄弟姐妹，一个也不能忘，携手共富强，走进新时代。歌桑花开，一路芬芳。大父老乡亲，总在你的心上，共同奔小康，走进新时代。大大飞舞，幸福安康。啊，兄弟姐妹，一个也不能忘，携手共富强，走进新时代。歌桑花开，一路芬芳。我们携手共创幸福梦，我们携手共创幸福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身旁的这几位啊，就是我区的双创代表们，欢迎你们，扎西德嘞。那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来自拉萨的创业代表玉珍，玉珍你好。你好，大家好。那过年了，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送给我区的广大的创业者的呢？作为创业者，我们很幸运生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里，遇到那么好的创业机遇。那2018年，我祝全区的创业者新年快乐，事业顺利，在国家和政府的好的政策下，再接再厉，为新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谢谢玉珍。是啊，一个个双创园区的拔地而起，一项项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让我们把想干的事儿干成了，想圆的梦也圆了。
风飘散，就像一场雨，滋润了草原。心也随着风儿漂泊，把勇敢洒向星辰。梦也随着风儿飘落，凝聚在高原。心也随着风儿漂泊，把勇敢洒向星辰。梦也随着幸福钟声回响在未来。我看见美丽的西藏，有手艺翱翔。我看见创业的征途，有朋友陪伴。相信我心怀热情，从未停下脚步。相信我创业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默默用手机讲述故事给孩子听，拼错把仪式做给全世界看。扎西在田野做出轻刻文章，拉姆在草原找到酸奶的味道。相信我，只要心怀梦想就能奔跑。你是宅男技术控，还是喜欢背着背包？逐梦高原有你我创造，不信你来西藏瞧一梦瞧。轻轻地走进你的心扉，点燃了西藏年轻的热情，就像烈日阳光照耀了高原，坚强的种子开始筑梦高原。心也随着风儿漂泊，把勇敢洒向星辰。梦也随着风儿飘落，凝聚在高原。心也随着风儿漂泊，把勇敢洒向星辰。梦也随着幸福钟声回响在未来。我看见美丽的西藏正万众创业，我看见筑梦的小草正蓄势待发。相信我心怀热情，从未停下脚步。相信我新鲜血液奔腾在高原。我看见美丽的西藏有双翼翱翔，我看见创业的征途有朋友陪伴。相信我心怀热情，从未停下脚步。相信我创业之花绽放在雪域高原。没错，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如果你也渴望改变，那么加入我们，让我看到你的热情，让我看到你不甘的心，让我们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及努力，共同让家乡变得更美好、更幸福。我在这里等你。我现在呢是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站。陆吉哥，罗萨扎西了嘞！马上就是古突之夜了，你现在在做什么好吃的呢？虽然是藏历新年的古突之夜，今天却也只是科考队员多吉很平常的一天。青藏高原第2次综合科考启动以来，100多名科学家坚守高原，多吉和扎平驻扎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站，每天对圣洁的天湖进行全天候的观测。会不会想和家人一起过一个古突之夜呢？想啊，当然想啊，但回不去没办法。现在是晚上8点，还要进行日常监测的最后一项。杜佳哥，现在是要监测什么呢？这个要做蒸发观测量，就是一天蒸发了多少。现在我们要做一下这个，早上8点和晚上8点。
呀啦哩嗦。我的歌是一条条融化的冰河，呀啦哩呀啦嗦。我站在故宫前歌唱，呀啦嗦，歌唱我心中的高原，嗦呀啦哩嗦，呀啦哩嗦，嗦呀啦哩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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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啦哩嗦。那是在世界无尽呀啦哩嗦，灿烂星河将人间祝福，青春的豪气用雄鹰挥洒，呀啦哩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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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雪高原呀啦哩嗦，爱情像春天的格桑花，幸福像阳光照遍四方，呀啦哩嗦。青山绿水，青山依山。过去的一年，4讲4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如春风般吹拂着我区各地。讲党恩爱核心，让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讲团结爱祖国，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繁花暮春而发。讲贡献爱家园，让我们创造幸福生活的干劲儿更足了。讲文明爱生活，让我们用文明的方式过好今生的幸福生活，我们的获得感更多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有一位藏族小伙子，他要用歌声的方式来说一说他心中的4讲4爱。Kira soksi laga shiyuna, kachi simla ngita. Kira mike laga shiyuna, tunchi lag tang nang tang. Kira kimshi laga shiyuna, tila liki puta. Kira zoa laga shiyuna, shibela tongchi nang tang. 那做你迷开是洗不出，最多的没本中西整个，那做你的给错微不出，能气息的个性的习惯。那个心结的，可知心了一趟。我最没看那个心结的，运气了当当当。我最힘시那个心结的，地拉里去扑他。我最错啊那个心结的，西边了东西南他。我做你没看是洗不住，最多的没本中西。我做你的给错回不住，让气息它个性的习惯。我做你的给色洗不住，最多的那个就是真的。我做你的给错回不住，让气息它。
가신 시그 낭치 시당 가신 시그。 哎呦，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这过的什么日子呀？都乱成这样了。家里要是没个老人，可真不行。老公，你等等我呀！老婆，你快点儿！哎呦，妈，回来了！妈，什么时候来的？我早来了。来，搭把手，把这个花呀搬到阳台去。哎，哎呀，人性感。来了！妈，这花还是放在这儿吧。哎呦，这个花稀呀，不能放在室内，赶紧搬出去啊！赶紧的。哎，好。瞧我这记性，厨房啊还煮着东西呢。妈，要不要我帮忙？不用。好。老婆啊，以后别让咱妈来收拾屋子了，这多不好啊！我妈不是看这2天婆婆住院了，想着咱俩没人照顾的嘛。是，妈妈辛苦了。哦，对了，上回我要送她的那件毛衣放哪了？在卧室里。好啊。哎呀，来，妈，慢点啊！哎，慢点。哎呀，你真啊，那个你婆婆的病现在怎么样了呀？妈，就糖尿病，这2天血糖不稳定，想住院观察2天。哎呀，我说妈啊，你就别老来给我们打扫做饭的，你又不是保姆。哎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哎，你们俩这过的什么日子呀？家里连块肉都没有，还好厨房有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我给你们俩做了鱼汤泡饭，趁热吃啊！什么啊？你说你做什么了？鱼汤泡饭啊？哎呀，妈，那可是我婆婆放生的鱼，你怎么就把它给杀了呢？哎呦，我求求她了，还是先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吧，瞧把我闺女给折腾。那个妈，我跟老公呀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妈你先回去啊。你这孩子，我跟人亲打个招呼啊，你就别打招呼了，这不天天见的吗？啊，哎呀，不是，哎呀，那条鱼本来就快死了，所以我才……行了，妈，我知道了啊。行，我走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知道了。妈，哎，老婆啊，咱妈呢？妈有事就先走了。走了。哎呦，那这件毛衣，下次再给啊。又忘了。老婆啊。你是知道我妈，她不喜欢乱动家里的摆设，那个花我觉得还得搬回原来的。我明白，我这就去搬啊，这就去搬。妈妈，睡了吗？我知道了，每天睡前要喝牛奶。您放心，鱼你也放心，你这个养的可好了。哦，对了，妈，明天我要参加同学聚会，我穿什么衣服好？蓝色西装，我知道了，妈，那你也早点休息啊，晚安。哎，你去干嘛呀？我去拿牛奶。哎呀，老公，这不刚买了新鲜牛奶的吗？哎。哦，对了，我忘了给鱼喂食。老公，我早喂过了。喂过了。我老婆真好，怪不得我妈老夸你孝顺。那个老公啊，咱妈什么时候出院呀？老婆，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妈不在家，整个家里空落落的？是有那么一点感觉啊。那个妈的血糖控制怎么样了？挺好的，开始稳定了。这还得多亏我的好老婆那么细心的照顾我妈的鱼。不是，要不是你照顾的好，我妈哪儿那么快就好转？这都是因果轮回。老公，来，你先坐啊。你说
咱妈也真是的啊，明明从别人袋子里钓条鱼都不告诉人家，非得捡回来自己养。你怎么说话的？我妈那是善良，见不得别人杀生。行，咱妈善良，啊。那个，老公，那个，电商大爷说你妈有一件衣服落在他那儿了，你去拿一下啊。知道了。拿着。奇了怪了，我妈的衣服怎么在格桑大爷家里呢？哎，这事儿明天我要去找他谈谈。对，不能让他倒我妈的主意。是对，老公，咱俩卧室的灯泡坏了，我今天呀刚好买了个新的，你去换一下啊。老婆，我从来没有换过灯泡，明天叫人来换吧啊。你先去换一下嘛，你不换怎么知道对不对？你先去换啊，换。嘿呦，这老公，你去干嘛呀？我去喂鱼。我喂过了。那我去换水。我换过了，老公，你就慢。那我进去看一看。怎么了？鱼没了。什么？鱼死了？没死，我拿去放生了。放了？放了。哎呦，这事儿我妈找师傅挑好时间，亲自放了才灵。你怎么说放就放了？不是。算命，我都算过几次命了，哪次是见好的？还不是把妈送到医院，才把血糖给控制下来的吗？哎呦，再说了，老公，你想想啊，你把那个鱼养在那个盆里，你又没时间去照顾，这么养着还不如放掉，对不对？对不对？在哪放的？我去找找。哎呀，我让我妈去放的，我不知道放哪条河了。啊！你们家人最爱吃鱼，你怎么放心让他去放呢？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这就给我妈打电话。赶紧的。哎，好。喂，妈，那个鱼呀，鱼没放呢，没放。行，那你好好养着啊，我们俩明天过去拿。哎，好。妈。哎，老公，妈说鱼没放呢啊！哎呀，吓死我了！那可是我妈的宝贝。是。那个老公啊，我是觉得吧。对了，妈给咱俩做什么好吃？老公，这个不能吃啊！我都快饿死了。不是，你闻闻味道都馊了。怎么可能？这不是刚做的吗？刚做。老公，你别吃啊！这什么汤？我本来要说的，但是吧，怎么这么香？是豆腐汤。对，豆腐汤，老公。我就不明白，你妈都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豆腐汤，你们家人怎么还就爱吃鱼呀、肉啊的？这鱼的味道挺好的，说不定你试着吃一下会爱上吃的呢。我妈说了，不能吃鱼肉，就算再好吃，我这一辈子我是绝对不会吃的。这辈子都不吃是吧？我再去盛一碗。老公，我去。老婆。厨房里怎么有鱼鳞鱼骨头？鱼鳞鱼骨头？有吗？你告诉我妈的鱼呢？我放生了呀。你不是说在你妈家吗？对，是在我妈那。是。哎呀，老公，你去干嘛呀？我去拿鱼。拿什么鱼？哎呀，我妈的鱼到底在哪里？不是说在我妈家的吗？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了？我妈把你妈的鱼给……你快说！我妈把你妈的鱼给卡着了。你们什么？你怎么能让你妈做这种事儿啊？我怎么知道我妈会把那条鱼给杀了呢，老公？她一个老人家怎么就那么狠心？她怎么下得了手啊？什么叫狠心啊？我妈也是觉得咱俩一天天的那么辛苦，才好心好意的给我们打扫做饭。她也是觉得咱俩得补，就把那个鱼给炖了做了汤饭的嘛。什么？汤饭？我刚才吃的。老公，你没事吧？老公，老公，你明明知道我妈查出糖尿病，开始我就戒肉，你今天居然还让我吃鱼！
我刚刚让你别吃，别吃。你告诉我那是豆腐汤。是豆腐汤，豆腐鲫鱼汤。你强词夺理。哎，行了，老公，老公，你不就喝了口汤吗？你至于吗？我妈这病刚刚有点起色，你就给我整这么一出，你说你妈安的什么心呀？你怎么说话的啊？你妈是妈，我妈就不是妈了吗？再说了，你妈她不吃鱼肉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呢，什么都不懂，就知道装模作样。妈不让我吃，我就不吃。你去哪儿？我去找我妈。你妈，你那么离不开你妈，那你娶我干嘛呀？你给我站住！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你今天把我逼到这个份上，我不得不说。你都40好几的人了啊，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跟在你妈屁股后头去算命，永远都没有自己的主见。你想想啊，你吃个饭你都拿不定主意，你穿件衣服还得问你妈哪个颜色好看，还说怕你姐照顾不好你妈，不让你妈跟你姐住，其实就是怕自己没人照顾。喝，你继续喝啊！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喝牛奶了，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你再说，娘啊！你去干嘛呀？我去换灯泡。换灯泡？妈，我们家的总闸在哪里呀？总闸在这儿。喂，大夫啊，什么？我妈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谢谢您啊！哎呀，老公，你快出来！哎呀，快出来！医生说啊，咱妈就……我看这灯泡，我说你灯泡怎么进嘴里了？哎呦喂！我该说你什么好呢？你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这灯泡进嘴里是拿不出来的。不行，咱这就去医院啊！不怕，这不有我呢，不怕，没事啊。哎呀，怎么搞的嘛？在去年9月举行的全球音乐院校校长交流季闭幕式音乐会音乐长城演出中，来自我区的农民朋友们在长城脚下为世界音乐大家们奉献了耳边旁的西藏。各国的艺术家们被征服的同时，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来到心中向往的北京。从西藏农村到首都北京，从田间地头到万里长城，他们又是用什么征服的听众呢？2017年金秋，山南市贡嘎县朗杰学乡2村的村民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演出邀请，在长城脚下表演他们传统的谐琴。党的19大召开前夕，19位村民第一次乘坐飞机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全球音乐学院院长交流季演出。来自西藏乡村的声音惊艳了全球音乐学院的院长们。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和我们的专业演员同台献艺。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鸡加把鸡，一加把一，葱加把葱，葱葱葱。耶杜嘎布鸡斯阿拉，耶杜嘎布尼斯阿拉，耶杜嘎布苏斯阿拉，耶杜嘎布西斯阿拉，耶杜嘎布纳斯阿拉，耶杜嘎布杜斯阿拉，耶杜嘎布女斯阿拉，耶杜嘎布耶斯阿拉，耶杜嘎布咕咕。耶拉过来下来，耶拉过来祖爷，我小把耶杜，你妈到我你是过年谢吉阿拉西数。
爸妈，今年我又不能回家过年了。妈，哎，新年好，新年好！我不是一个人，好多人呢啊！玲玲，20道菜也太少了吧？玲玲姐，猪肉、牛肉、羊肉放哪儿呀？可都放不下了。哎，好，知道了，马上啊！哎呀，妈，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对，我这可忙了。哎，好，拜拜。猪肉、牛肉、羊肉，20多道菜呢。我妈怎么又给我发视频了？糟！妈，你看这里的烟花是不是很美？我出去买点饮料。什么？这你也要陪我一起去呀？好。妈，你看，你还没见过拉萨的夜景吧？啦，大个热不？他如果顶这能来啥用？过了国家是对热我是点不下，不过电影呢？啥呢？他蒙是没对的过，对的。俺最怕你年多不的，来个吃话差不远的。你也爸爸让乐中啊，这地里公司的呀，确实给阿有事。没唱我绿色一部节当节对对，我让最不吃话差选的的，莫个别同多，干扰节吃完啊要嘛的。他不来个开车的，跟你俩古巴卡多来呢。爸爸，俺你看多，什么数的？哦呀，他往多去，我你等怕去，啥刚去菜来3个钟，要不懂啊？你是广大的啥行是大有呢我？对的，大地方做创新了嘛的，没重庆那来差不多哎。啥刚都越过去，对的。爸爸鼓的。学大去。么？这个。卡里那去啥行？我这没，这啥行是大长不懂啊？呀，啥行面呢？俺们这叫我见过，我爸过来最当些个人呢。我这没爸爸。这看这是的呢，没哪个说的多啊？对，我不让的。听上听咱那啥行做呀的，重庆那他说钱，新别看了的么？还我说哎呀，大家注意。喂。好了的，你也啥了吧？啥行要认识？么？对的。就这。那这没，重庆啥的哪了的，咱们这是多啊？广州都是也没做过呢，啥样是的？那谁就叫的这些？对，阳性的民众啊。我提名了自助餐什么？爸爸，自助餐是个的。自助餐是呢，俺做广州也用，看哪的没夹子噻，老多的这地方想打个的么？打钱呢，谁能住我了不？接过去。这，爸爸。俺是不是多去？对阿妈，你说啊。有。说。妈，我到家了，那我先进去了啊。看我朋友，哎呀妈，人家会不好意思的。什么？我后面，走，看啥？说啥？对，妈，他们呀是我朋友。妈，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什么？等会儿还要跟爸视频？知道了。你们是？我们是扎西南那过来的。家里儿子不在嘛？这是咋多了嘛？对嘛，你到饭馆里面来了嘛？妈生日又不好。对嘛？什么？饭馆？饭馆？对，饭馆。来，慢慢吃。有，莫说。对了，我给你们再端一盘热的去。用啊，我也谢谢啊。爸爸。妈，我等这里呢，谁马上去戳了嘛这边呢？啥呢？
饺子洗出来的，你啥吐过去？饺子来喽！有。来，大爷大妈趁热吃。我俩差不多来说的。哇呀，姑娘啊，你这里光饺子，喝的什么没有吗？喝的有。那拿嘛。那你们喝什么茶呀？拿甜茶饮。只有茶。哎呦，这些我这可没有。不过我这有上等的普洱茶，给你们拿去。用啊！不用。爸爸啊，厕所这都做呀，我手机内有给的，估计我这忙着马来的。自然的，那俺光比呢。爸爸啊，饮料。对。进来，爸爸的。饮料是冻的，看我不要的。用啊呀！怎么？哎，这个的好。行，那大爷大妈吃好喝好啊。有啊。爸爸。朋友俺让你啥点多啊？对的呢。嘿，姑娘。哎，先生，你饺子已经吃饱了吧？没有，本来这盘饺子是我自己要。没事，你们两个吃。哎呀，爸爸。啊。答应了你别打过死。天津葱呀大锯，饺子长么老皮，他把看的没让娘家面着生病。就知道。有。哎，姑娘。哎。你看嘛，今天你们也过年嘛。先生，你饺子没吃的话吧，这样。坐下来，我们3个一起吃。什么？坐下？哎呀，不用。哎呀，没有关系。不用。那姑娘，我请客而且。婆婆，爸爸请客而啥？你家在的吃了。别让我了。好。姑娘，那你这里光饺子，菜什么都没有吗？菜呀，当然有了。那拿嘛。哎。爸爸，菜打到哪地个练不赢呢？点我呢，我手机开书使用。那现在嘛，对的，大庭上光做鱼不得我的，买不得拿这里，这对什么？这什么啊你？哎，大妈，赶紧做呀！哎，来，赶紧尝尝。好的，那个。都是说的，我先不试一下喂。姑娘，你看啊，在你这个盘罐里面吧，下酒菜的菜有了嘛？你酒没有吗？酒？有。那拿嘛，干什么先味道了？爸爸，到哪地个连接卡着生不到啊？没得呢，但60岁的我都是这点不的，没现在都的。菜是个阿拉来送不了啊，如果偏不是哪有了么？大爷大妈，这是我爷爷亲自泡的药酒，给你们尝尝。有。收。没关系，到。没事儿。妈妈，哎呀，这个激动的，我是我这个多啊。怎么样，好喝吧？我的没顾哪儿下喂。这可是我家乡的特产。家乡？来，我问家乡哪里嘛？我是云南石林的。云南？知道。石林，不知道高来的。石林就是阿诗玛的故乡。阿诗玛，妈，我和这西拉姆一起回家乡，是吧呀？阿诗玛，我这兄弟西长看喽。年轻时候多认识你。天哪，你们还会唱我家乡的歌？来，敬你们一杯。弟，大莫，弟是对没对？要激动的，是不是哪度？大爷呢？我这陪着你掐着东西，捧过秋冬去的亲妈的。我打个人么？汤姆斯。对吧？他说了嘛，我们藏族人吧，喝酒，驴喝水都不是儿子我的。阿弟，必须唱歌是我的。唱歌呀？行，那我就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敬酒歌。有啊。
啊，表叔喜欢不喜欢也要呼，啊，表婶喜欢不喜欢也要呼，喜欢嘞也要呼，不喜欢也要呼，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呼，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呼。现在你说不他了，不喜欢人家喝人家去。娘的，操，当赢了。我这哦，当个你给他来这当下呢？大姐，吧。姑娘，哎，刚才你唱了吗？我没喝了。到我们唱，你喝啊。对吗？什么？你们唱？哦。先等一下。还真是。他说谢他吧，来。爸妈，我们在吃年夜饭呢。怎么？跟你下得说的。现在预备起。空山tuyên bố ôn lời kín bé phá yu Maria lại số chữ tu nhĩ mai trôi về ta là địa ca tu yu ya lại số写下不记写下不记写下送爸妈，这下你们放心了吧？我不是一个人。那先挂了啊。喂，快点，猎叉哎，要làm sáng用。爸爸，不拿了来茶色，古都国家我让你古代有。打住。有，打我的年纪的叫俺你说啊。有。哦，姑娘。哎。他吃饱了的，我们回去了啊，娘。大爷，不要钱。啊。嘿，他毕竟俺你个小路子出大，过去不大。没事，我有啥么事喂。爸爸。啊。打腾进来的。才到那地个里，你等个名都是我的。这么的呢？先拿了洗这个给，你马上的有了吧？都乱买点上当的呀，姑娘，收下吧。大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姑娘，刚刚好好说了嘛，今天我请客了，并不的。其实这不是饭馆，是我家。好嘞，你家？我呀，答应想这徐想过。家？这答应了。哎呀，爸爸啊，你朋友家人多。人下面没那个家意思一下。等给那啥的牙学是你爸爸让你吧？爷，但现在俺看公费是的，爸爸一年那些都是你在哪买的呢？大什么？给我读书。有，婆婆，对不起，没事。没事，哎呀，大妈，您不用这样。婆婆，刚才我们夹菜的吃了嘛，都帮你打扫的我。哎呀，大爷，您不用打扫，大爷。刚刚以为这是判官的吧？不要脸的吃了，哎呀，太对不起了。大爷，大妈，你们不用这样。其实是这样的，在我老家也有年迈的父母，但是由于工作原因，今年我又不能回家跟他们团聚，还真的感到有些孤独。幸亏你们的到来，让我这个小屋充满了快乐，充满了过年的气氛。刚刚还在视频里让我父母看到我不是一个人在过新年，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没有，我们心脏绳子里面感谢你的。大爷大妈，让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嘿，姑娘。他今天过年的，就意是谁喝的？哎呀，大爷，我真不会喝酒。喜欢的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必须喝。好嘞。结婚了吗？大爷，您开什么玩笑呢？我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好嘞，预备。爸爸。妹妹婆妹当带着卡着咸鱼，对的，我们在这什么都干呢？对呢。他把很多让意思的。你那是，对，我最哪个部队，说这个嘛的呗。也是可以了吧？都是我最钱，也是这多病呢。你让来不有的呢？大哥让我爸爸让你成就了啊！你听过去，老子是谁说的？哎，姑娘来，姑娘，你看啊，你的年夜饭我们两个吃了嘛？对。那下面到我们家吃藏族人的年夜饭。大的，婆婆，
我们家里的热闹嘛，到我们家里去过年。真的吗？当然了。好好好，我还从来没在藏族人家过过新年呢。那走嘛。哎。啊，呀，待会呢。那件事啊，他乐乐啥的我内衣，这些你这啥的差不多了。喜欢了也要过。的歌声、美妙的旋律、曼妙的舞姿，让咱们这个年不仅仅是充满着欢声笑语，也处处充满着春的韵律、美的节拍。是啊，在这个舞台上，不光有艺术家们登台献艺，更有来自于田间地头的乡亲们精心准备着他们的节目，给我们送来他们的祝福。Baba
不三月那让来一起点不起汤。人湾月那光更蓝你疼心囊汤，全当月那让给人当文吧囊汤。生农村，熟记着汤，南村不三季度。生农村，熟记着汤，南村米兰季度。南村娘子中郎天边来西南汤，南村娘子推宁这边来了撇汤。南村娘子那瓦这边来西南汤，南村娘子呼他把他南汤。Everybody listen up， 梦想路上虽然充满很多坎坷，但是我们勇往直前，永不言败。建设美丽的西藏，需要你我共同一直在征服的路上。撇手撇手撇手，南村娘子撇手，南村娘子痛的比蓝最烫。撇手撇手撇手，南村娘子撇手，南村娘子弹你给个脸蛋。Everybody sing with me， 梦想虽然充满很多坎坷，但是我们勇往直前，永不言败。建设美丽的西藏，咱们娘子说歌手。为养那些树男呀马茶耶。三日的恰巴巴西，三日的龙不达西，南村南个了比定都约杯。生农村 Here we go， 熟记着汤，南村不三季度。Put your hands up， 生农村 Here we go， 熟记着汤，南村米兰季度。南村娘子中郎天边来西南汤，南村娘子推宁天边来了撇汤。南村娘子那瓦这边来西南汤，南村娘子呼他把他南汤。撇手撇手撇手，南村娘子撇手，南村娘子痛的比蓝最烫。撇手撇手撇手，南村娘子撇手，南村娘子弹你给个脸蛋。大气象，大气象。大气象，大气象。夜里扎起了泥马，才从世界东坡。定着来起了我嘛，我那白比了罗萨。定着来起了我嘛，我那白比了罗萨。夜里扎起了泥马。才从世界东坡。
马走秋头浪风雨，拼着各种野马。秋秋，你我初心，三个痴心，龙不将吧，我等旧梦，莫拉起战斗，空气每次中荡，念都念心头。心脏的一个人的心一把，给了预备心脏搞完了，过了穷穷难以感动的天，我一缕心心脏难了。강중给每日，咋的定那当诺路苏马维给雨滴不爱一盆雨，你给了丢了里，你最别盆雨就你给了丢了里，给南洋不爱一岁难给，咱不灵米咱们干不只是呢，最别盆雨他是肯定爱盆雨看中。最别把雨当早给旧梦，我将给帮助，我天给南看，来雨的别远走。About the Tibetan girl, about the Tibetan song, I like the Tibetan girl, yeah, go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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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gas on the exit come, go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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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gas on the exit come, I like the niggas on the exit come, oh yeah, yeah, I like the niggas on the exit come, oh yeah, yeah, I like the Tibetan girl, I like the Tibetan song, go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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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gas on the exit come, 听到鼓唱的声声牧歌，童年梦想和希望，眼前一幕幕都能看到，一缕梦想的美丽，高亢嘹亮的牧歌，藏骨在飞扬，心儿奇迹般绽放。
so ya di do, so ya di ya di do, so ya di do, so ya di do, so ya di ya di do, so ya di do, so ya di do, so ya di ya di do, so ya di do, so ya di do, so ya di ya di do. 난 이냠도 줘, 잠이 사총 강살라줘. 밤이 그 야출 방도 숨게뱀들 담자지샤. 기승제 마치 기계 양말이 도청청의 얘기지도 얘기 소화시줄 뒤뜨니 저와 칠라잡주 남양록담민도 제마대양 모지라유 어지지 뒷띠 겁수 낭낭낭낭아야 보또 수위 교체지라자 어지지 뒤뜨니 칠라잡주 남양록담민도 제마대양 모지라유 어둔동 뒷띠 겁수 낭낭낭낭아야 보또 수위 교체지라자 소야리로 오 소야리로 오 소야리야리로 오 소야리로 오 소야리로 오 소야리야리로 오 소야리야리야로 소야리야리리로 오 소야리야리리야리리리 소야리 소야리로 소야리 소야리로。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让我们再一次向仍在一线驻守岗位的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们致敬，也给他们的家人们拜年。正是你们的铮铮铁骨，使千家万户更富足；正是你们的铿锵誓言，让万水千山更壮观。万语千言说不尽感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祝你们万事安康，万事成祥，以万夫莫开之势，守万家灯火，更加璀璨吉祥。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哎呦喂！郝楠、曲珍，哎，你们俩好了没？快点儿！哎，来了来了来了，姐。哎，郝楠啊，你穿的什么？睡衣啊！哎，曲珍，你也不管管他，他这睡衣来干什么呀？姐，这是我和郝楠的情侣睡衣。姐，你一会儿把这套穿上，这样你和郝楠一看就是一对儿。啊，对，你穿上了呀，咱们俩就是两口子呀。郝楠，你把这鞋和衣服放我这儿干嘛呀？这就叫细节决定成败。我要让所有来这个家里的人都知道，我卓玛姐是有男人的。你们两个呀，想得真周到，必须的。哎，姐啊，我跟曲仁在家里就商量好了。今天呢，我把姐夫这个角色演好。对，我把居委会主任这个角色演好。啊，主任我来给你们加戏。对，加戏来。姐啊，你说咱们都搬到这个小区大半年了，我姐夫也没回来过。他要是回来了，能找到那个家门吗？我呀，可是给他说了门牌号的。姐，你再给我们重复一下今天的任务。哦，对。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啊，今天要来的这个呀，是姐的高中同学，姓龚。姓龚？哎，老公的龚啊？哎，一个音。哦，一个音。哎，对，上个星期和我联系上了。他说要追我，哎，我可是给他说了我结婚了啊，可他不信。哎呦，你这同学脾气挺轴的呀！哎，啊，难道非得我姐夫回来了，穿一身军装到他面前站一站，他才相信啊？哎呀，说到这个呀，这不今天是除夕吗？啊，除夕。
他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说非得到我家里头来看看我，看看你，你看，我就知道你这龚同学没安什么好心。对，那倒不是，我觉着呀，他是想上来看看你们姐夫的。可是我姐夫又不在家，所以呀，我就找曲珍你帮忙了。所以呀，我就把我的好男接给你当老公呗。所以呀，我现在就不能叫卓玛姐了，我得改口叫老婆。啊，对，老婆。嘿，好男，我们要男人一点。咦，保证完成任务。行。姐，咱是一家人吧？肯定。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一问。问呗。我姐夫在边防上都干些什么呀？对，姐夫，他都执行什么任务呀？对，什么任务？你说你们俩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对了呀。但是姐下面这个道具我得说一下。姐，你看，这个是什么？哎呦，你们俩的婚纱照啊！哎，好男帅呀！曲珍你真好看，真好。我们两个呀都没有结婚照。姐我就知道你和我姐夫呀还来不及拍婚纱照，我姐夫就去边防。不该说的不说。对。所以呀，我就把我和曲珍的婚纱照借给你用了。对。你们俩的婚纱照借给我怎么用？姐，你别急呀，我和好男为了今天这场戏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姐，你一会儿得好好配合我们。我肯定配合。姐，那咱们现在到里屋去准备准备，我再跟你说说。好，走。对了，我一会儿要是没叫你，你可千万别出来啊！我听你的。好男，看好家啊！放心，现在这楼上楼下都是我好男的家了。呀，这么快就来了！来了，我回来了。这儿怎么有条狗？说谁狗呢？不好意思啊，你等一下。这同学还挺热情的呀。请问一下，这里是卓玛家吗？不对，纠正一下，这里是我和卓玛的家。你和卓玛的家啊？对啊。不好意思，可能我走错了。没走错，没走错，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不是我，你看你这来就来吧，还提这么多东西。不是我那个家里有点乱，不要太介意。你看我的鞋。我这衣服。来，你坐，你坐。不是，我准备吃点东西。谢谢，我不吃。那就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你好，我叫郝楠，28岁，是一名设计师。好，我知道了。我跟卓玛结婚呀，也没通知你。什么？你和卓玛结婚了？对呀。不是，我跟卓玛呀是隐婚，我们都结婚大半年了，还准备今年要个孩子。不是，等会儿，你和卓玛结婚大半年了啊？对，还准备要个孩子？那当然。不是，我跟你说，你说的那个卓玛吧，可不是我。姐夫，你快过来搭把手，帮我把这个挂上。你看，你和卓玛姐的婚纱照挂在这儿合适吗？曲珍主任啊，刚好家里来客人了。来，客人，你帮我看看，我跟我老婆卓玛的婚纱照挂在那儿合适吗？您好，我是小区的居委会主任，我叫曲珍。你好，曲珍主任。对了，姐夫，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什么事儿啊？我作为小区的居委会主任，今天呀是来给你们颁发五好家庭的。谢谢主任。主任，您过来干什么来了？我给他们俩颁发五好家庭，你们俩呀是我们整个小区的优秀家庭。谁要敢破坏你们这对夫妻，他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良心的谴责、人民的谴责。这位同志，您吃个香蕉？我不吃香蕉。这大过年的脾气还挺大，怎么受刺激了呀？你就应该向我姐夫学习，你看看人家每天都笑嘻嘻的。姐夫，你坐。不，主任你坐。这是你家，你坐。是。我姐夫呀，人特别好，对我姐特别体贴，我姐嫁给他呀，特别幸福。主任，过奖了，过奖了。我们藏族女孩呀，都愿意嫁给像我姐夫这样的暖男。
哟，同学，你这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舒服。你看你头上都流汗了，我给你擦擦啊。没事没事。这又是一套睡衣哦，这是我跟我老婆卓玛买的情侣睡衣，你看。那个，我问你啊，请问一下，卓玛在不在家？哦，在家。在家，能不能把她叫出来？哎呦，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聊天，就差点给忘了。亲爱的，哈，老婆啊，家里来客人了，赶紧出来招呼招呼。哦，来了，怎么样？搞定。漂亮。头。卓玛，真的是你。老公。好。老公。你老公在这儿呢。不对，他是龚同学。他龚什么同学？他是我姐夫。不，你姐夫。哎呀，老公你回来了。卓玛。哎，我想问问你啊，这是你家吗？这是我们的家呀！你看我装修的。我们的家啊？那我们家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穿睡衣的男人呢？他是我们楼上的邻居。哎，姐夫，其实我是你们楼上的邻居。对，我叫曲珍，我是郝楠的老婆，我不是啥主任。重新认识一下，我叫郝楠，对不对？啊，对，28岁。哦，对，设计师。啊，对，楼上的邻居。对，准备和卓玛要个孩子，对不对？对，孩子。姐，这是我家的词儿。谁教你家词儿了？自己去解释。姐，既然姐夫都回来了，这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是吧？我们先回去了。啊，对，我们就先回去了。新年快乐！你们不能走。站住！姐，把这个事儿说一下。姐夫，其实这个事情特别简单。对。曲珍是我的。对。家卓玛是你的。你的。婚纱照是你郝楠和卓玛的。对。不对，那个婚纱照吧。好了，我们在一起。你们的关系，我不该问的我不问。你们的解释，我不该听的不听。你们的婚纱照，我不该看的不看。行了吧，卓玛？行啊。你把我交给你的保密条令全用在我身上了，对不对？不对。我出任务走了半年多啊。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今晚上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啊！行这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是我走行了吧？走。哎，姐，你才回来，你到哪儿去啊？我到哪儿去？这是我的家了吗？是。那我只有走啊！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呀你？还能解释什么？这不明明白白的吗？你听我解释，你别走，你别走，叫你别走你就别走。你婚纱照是吧？行，你自己过来看看，这是谁和谁的婚纱照？你和卓玛的婚，这是我和我老婆曲珍的婚纱照，这是你老婆的大头贴，来，你拿着。不是你们俩有拍婚纱照吗？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姐夫，你常年不在家，都是我姐一个人在操持这个家。我知道。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个单身女人。再说了，我姐这么优秀，身边不乏追求她的人。这不，就像今天，我卓玛姐的高中同学说要来家里，我就把我老公借给她当挡箭牌，还把我们小两口的婚纱照也挂上。但没想到，今天演的这场戏就演给你了，姐夫。我姐一直把你的军装照放在床头，不对，是你的军装，现在你拿着。她说呀，这就像是你陪伴着她一样。你拿着你的军装，可以走了。不是我，反正这个家里边有没有你，我卓玛姐都习惯了。她一个人为这个家忙上忙下的时候，你在哪儿？她一个女人去菜市场扛大米的时候，你在哪儿？不是我，刮风下雨的时候。我卓玛姐需要一个人依靠的时候，你在哪儿？逢年过节、阖家团圆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上次你父亲生病住院，我卓玛姐一个女人背着你的老父亲从家里走到医院，你又在哪儿？我在。卓玛，你受委屈了，我对不起你。现在嫁人呐，都是给车给房，
可我能给你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孤独和寂寞。从嫁给你们西藏军人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从此以后，我要一个人睡，一个人醒，一个人买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照顾双方父母，一个人面对着漫漫长夜无尽的孤独与落寞。我知道，这些我真的都知道。你守你的岗，我守我们的小家，这不挺好的吗？周妈，我是军人。自从我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自从我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的血肉就此化成了根。因为我是军人，今天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卓玛是有老公的，你嫁给了西藏军人。今晚我要穿上这身军装，为咱们这个小家，为你站岗。上锁的天空有你年轻的笑容，人们都叫它高原红，高原红。你说那是划过生命的彩虹，因为有了它，人生的天空才有了内容。也许那天上的雄鹰是你永不降落的梦，你把绿色的种子洒满雪山，换来一片杜鹃的火红。也许那闪烁的星光是你巡夜放飞的灯，虽没有人们追逐的那些拥有，却有一片很美的天空。上锁的天空有你年轻的笑容，人们都叫它高原红，高原红。你说那是划过生命的彩虹，因为有了它，人生的天空才有了内容。也许那天上的雄鹰是你永不降落的梦，你把绿色的种子洒满雪山，换来一片杜鹃的火红。也许那闪烁的星光是你巡夜放飞的灯，虽没有人们追逐的那些拥有，却有一片很美的天空。真实的感动，一直站在岁月中，岁月中，你把青春筑成一座座冰峰，用你的诗句撑起了祖国的天
谢谢，一来拉萨就感受到了西藏同胞们的热情。但是我有个要求啊，卓玛，你能不能教我一句藏语的问候？尤其是这新春佳节。哎，太简单了，你听好了啊。罗萨真是的嘞。罗萨真是的嘞。哇，好标准啊，是不是？罗萨真是的嘞。是。罗萨真是的嘞。真是的嘞。哎，真是的嘞，全国人民都知道。吉祥如意啊。罗萨是什么意思？罗萨是新年。哦，翻译过来就是新年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没错。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宁哥是维吾尔族啊，那你能不能教用维语应该怎么拜年呢？学得会吗？太小看我了。来，我用维吾尔语教他一句好不好？好。听好了啊，我说句最简单的。Assalamualaikum, ko'pchilik ko'rarmanlar, tomoshabinlar yaxshimisizlar? Men Nig'mat Rahmon Bulman. Yangi yilinglar muborak bo'lsin, bahor bayraminglar muborak bo'lsin. Rahmat sizlarga, men sizlarni mangu suyman sizlarga. Rahmat. 我错了。好，接下来卓玛来重复一下，刚才我说的是。我错了，我放弃，太长了。我翻译一下啊，这句话其实非常简单。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在这里要向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致以新春的问候，祝大家新年快乐，春节快乐，永远爱你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你说慢一点，这是高原啊，你不怕缺氧吗？缺氧还真有一点，但是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一种幸福的精神，大家来给我鼓鼓劲儿，好不好？
了出嘛这主动我把了路我们的手啊一张呢，天天扎西文你们对了，车站就真的看着了没得我哟。
这个边缘俺最有的些，世界电边蓝图脚不错。这个年头就给了你，但个昨天就不别公团老大团圆前边鼓出老心谁了？就是这个那年龙喜就可了。当内心却用呢就真记住给这个不大缺不连不汤，俺就送别前个老大前边，刚在老心谁？这三个单边罗宁把爬了点心，认为看边罗萨把出了岁月。俺去罗顿习近平的所信南边，当中央给他我多，团结特色去把他。中国开局点边几座人落给老千大家全部阵亡。当内心习近平的推论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几座人落给开节公别组织我，旁边3对马戏吧，点击什么点播奖励，领导切点给票给来了卡，不对，那么3不对个。他这样子。那么人把人写起呢，那么三把搞为数。俺去将等会谈师兄去上新店别五十我了，其实自己谈团结别特前呢，只给书记习近平谈当中央去俺做那边，民生给通过地里啊，给人结果了，将要给米粒卡给米妈那么了，中间啥不是来给票过？那么三对年旬看了下来，认为没多，很重要事情。俺这朝阳的就真去做主图的接把他。德仁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几座人物也垃圾抢下了第一个名榜。中华民国垃圾加大的中国部队5角图的接吧，名榜的第几座5角图的모두别人人民解决营。亲爱的朋友们，一个崭新的春天正向我们走来，一段辉煌征程的起点就在我们脚下。2018年是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13+5”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不断开创西藏各项工作新局面。有意笃行，辞旧岁，满怀斗志迎新年。让我们在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特殊关怀，向全区各族群众交上一份成绩喜人的答卷。晚祝云和喜天晴，物华又雨岁华新。让我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俺去垃圾米间俺为当中俺谈点面面对许个人。대단체지俺去中央的米利卡的民们呐，俺为第几边堂点面，这是面对许个人。让我们共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福全区各族儿女生活幸福安康。托付那吧，记录年度交电率，G3推荐他，推3级率，罗萨的给年轻娘子前走，他还就是运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18春节藏历土狗新年电视联欢晚会到这儿就圆满结束了，让我们在下一个春天再见，再见，阿布平常加油，小心点。